一束永不凋謝的花，作者吳意森。行入8歲盧婆婆嘅屋企，你會見到周圍都係花，而對婆婆嚟講，最靚嗰朵花就係守護咗佢20幾年嘅義工許女士。許女士以前做過智障人士宿舍嘅家務，照顧8個大細路嘅起居飲食，由買餸煮飯到教是非對錯，佢都好似園丁咁細心。而家佢將呢份耐性帶到盧婆婆身邊，佢哋每日都會發信息報平安，一聲簡單嘅早晨就係最窩心嘅約定。婆婆好似細路女咁鍾意行街，許女士就算行到腳軟，都會陪住婆婆行到心滿意足先返屋企。佢哋一齊買花，一齊飲茶，將平凡嘅日子過得好有活力。許女士仲會親手接柳柳花做義賣，將呢份愛傳開去。許女士話：做義工最緊要係有份責任心。佢唔只係幫人淋花除草嘅園丁，更加係婆婆生命中最好嘅禮物。呢份跨越時間嘅情誼，就好似一束永不凋謝嘅花，開得燦爛又溫暖。